大家好，我係 Abel 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呢幾年鐘錶收藏界咧出現咗一啲變化喎。嗱，以前大概5-6年前到啦，每一次鐘錶嘅拍賣咧，都係由 Patek Philippe 啦同埋勞力士兩個牌子咧佔據咗大部分前列嘅拍賣價嘅，好少見到有其他嘅牌子嘅拍品咧可以有突破性嘅表現嘅。嗱，雖然今日咧 Patek Philippe 同埋 Rolex 咧仍然係收藏界嘅天之驕子，但係咧我哋會見到越嚟越多嘅獨立牌子同埋從前比較少出現嘅名咧，係成為呢個拍賣嘅焦點啦。例如好似 Philippe Dufoy 啦、Roger Smith 啦、Kerry Waterlinen 啦、F.P. Jones 呢啲咁。嗱，除咗獨立嘅牌子咧，仲有一個傳統嘅大牌子咧，近年咧都係有好好嘅成績嘅。嗱，呢個咧就係卡地亞啦。卡地亞嘅 Crash 咧，由於佢嘅外形好特別啊，同埋產量稀少咧，喺呢2-3年裏邊咧，由原本嘅10零20萬嘅價格咧，暴升去到百幾萬，甚至有啲型號咧係幾百萬嘅。咁啊，其他嘅卡地亞型號，好似早年嘅 Tank 啦，同埋 Benoit 啦，仲有啲古董嘅座鐘咧，亦都水漲船高，身價咧係作出咗3級跳嘅。所以近期嘅鐘錶拍賣會咧，每一次有 crash 嘅出現咧，都會成為咗拍賣行嘅推廣嘅焦點嘅，俾人感覺咧會唔會卡地亞已經漸漸威脅到 Rolex 響中高價嘅拍品嘅霸主地位咧？嗱，由於 Patek Philippe 啦、Philippe Dufoy 啦、Roger Smith 啦、Kerry Waterlinen 啦、F.P. Jones 呢啲咁嘅牌子，佢哋嘅作品咧價格就好貴嘅，而且產量咧極少，唔係一般嘅鐘錶愛好者咧係容易可以買得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想響收藏嘅角度咧，去比較一下嗰兩隻產量比較高同埋價格選擇比較多嘅牌子，睇下勞力士同卡地亞究竟邊一隻嘅收藏價值更加高，同埋個潛力更加大啦。嗱，根據國際金融公司 Morgan Stanley 2023同埋2024年嘅瑞士鐘錶業報告咧，勞力士同埋卡地亞咧已經連續2年分別佔據咗瑞士鐘錶出口品牌嘅第1同埋第2位㗎啦。嗱，喺2024年咧，佢哋嘅銷售額咧分別係105億美金同埋31億8千萬美金嘅。嗱，根據福布斯 Forbes 2020年嘅全球最有價值品牌嘅排行榜咧，卡地亞咧係排56，個品牌價值咧係被評估為122億美金嘅，而勞力士咧就排喺80位，品牌價值咧評估為95億美金。嗱，卡地亞嘅排名比較高咧，係因為佢咧有高級珠寶嘅業務啊，而喺瑞士鐘錶界嚟講咧，呢兩個牌子咧就肯定係排名最高㗎啦。嗱，中意鐘錶嘅朋友咧，可能會覺得勞力士同卡地亞咧係2種完全唔同嘅品牌，中意佢哋咧可能都係抱住完全唔同嘅審美標準嘅。但係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咧，其實呢兩個牌子咧有好多共通點嘅。嗱，比如咧，佢哋都喺上世紀初咧好大力咁樣推動呢個由 Pocket Watch 轉去 Wrist Watch 呢個潮流嘅。喺1904年嘅時候咧 ，Louis Cartier 咧就為佢嘅好朋友飛機師兼探險家Mr. Santos Dumont 咧就設計咗一款可以戴響手腕上面，方便佢開飛機嘅腕錶，叫做 Santos。呢一隻咧就係歷史上面第一款為飛行員而設計嘅腕錶。而勞力士嘅創辦者Mr. Hans Wilsdorf 咧，由一開始咧就已經致力於開發嗰啲可以防水啦、好精準啦同埋方便佩戴嘅腕錶。所以喺1926年嘅時候咧，佢就發明咗第一隻真正防水嘅腕錶 Oyster。而去到1931年咧，佢又推出咗可以自動上鏈嘅 Oyster Perpetual 腕錶。嗱，如果由錶嘅角度去睇咧，勞力士同埋卡地亞咧係完全唔同嘅性格嘅產品嚟嘅。呢一點咧，我哋可以由歷年選擇戴呢兩個品牌嘅腕錶嘅名人咧，從佢哋嘅形象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嗱，選擇佩戴卡地亞嘅名人咧，就包括咗前美國總統夫人 Jackie Kennedy 即其連甘迺迪，仲有時裝界嘅藝術家 Andy Warhol， 仲有時裝設計師同埋品牌嘅始創人 Ralph Lauren， 仲有已故嘅英國王妃 Diana。嗱，呢啲全部都係時尚界嘅名人嚟嘅，亦都反映咗卡地亞嘅腕錶咧係充滿咗呢個浪漫色彩啦。佢嘅設計咧亦都係帶領潮流嘅，咁先至得到呢啲時尚名人嘅青睞噶嘛。而選擇佩戴勞力士嘅名人咧，就包括咗有股神巴菲特啦、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啦、著名嘅影星同埋賽車手 Paul Newman 同埋 Steve
Steve McQueen， 仲有著名嘅導演 James Cameron， 呢幾位咧都係佢哋各自嘅行業裏邊嘅頂尖人物嚟嘅，亦都係專業人士，所以咧反映咗勞力士腕錶咧個專業形象。嗱，卡地亞做錶嘅理念咧係偏向要靚、要有特色嘅設計，同埋非常之精細嘅做工嘅。卡地亞原本咧係一個著名嘅珠寶商。嗱，英國嘅英皇愛德華七世咧曾經講過，卡地亞咧係帝王嘅珠寶商，亦都係珠寶商裏邊嘅王者。嗱，比如佢嘅 Tank 系列啦，個設計靈感咧係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出名嘅一款坦克車，叫做 Renault。而 Ballon Bleu 藍氣球嘅錶殼咧係圓碌碌嘅，連個錶冠咧都係藏喺一個圓形嘅護橋裏邊嘅。至於 Crash 嘅設計就更加係完全冇章法，純粹咧係個設計師天馬行空、無中生有出嚟嘅效果。嗱，有人話 Crash 嘅靈感咧係嚟自一隻經歷車禍扭曲咗嘅 Benoit 嘅錶殼，亦都有人話咧係模仿1931年好出名嘅油畫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裏邊嗰啲溶咗嘅時鐘，但係確實咧係冇人知道呢個設計靈感嘅真實來源嘅。嗱，卡地亞嘅12個 current model， 即係仲賣緊嗰啲系列裏邊咧，只有3個個錶殼係圓形嘅，其他咧唔係方形咧就係不規則嘅形狀。所以卡地亞嘅設計咧係好多元化嘅，90%以上嘅卡地亞腕錶咧都係 time only， 得時針同埋分針嘅啫，最多都係加個秒針。佢嘅功能咧係好簡約嘅，完全咧係用設計去取勝。嗱，錶面嘅時錶咧，除咗 Pasha 系列之外咧，其他全部都係用各種唔同形態嘅羅馬數字去顯示嘅。個設計語言咧好統一。嗱，雖然大部分嘅卡地亞腕錶咧都只係得簡單嘅時間嘅功能，但事實上咧，卡地亞咧亦都係擁有瑞士鐘錶業裏邊其中一個最大嘅自家製錶廠房嘅品牌嚟嘅。喺瑞士嘅 Le Château de France 嗰度咧，佢哋有超過3萬平方米嘅廠房。嗱，由於卡地亞係屬於 Richemont Group， 咁所以佢哋嘅腕錶咧，亦都會搭載佢哋嘅姊妹品牌，例如伯爵或者積家佢哋製作嘅機芯，亦都有用其他獨立牌子嘅機芯，好似 Frederick Breguet 啦，或者係 Gerard Genta 咁嘅。喺2011年嘅時候咧，卡地亞就研發咗佢哋第一款嘅自家機芯1904 MC。呢一款機芯咧，目前咧係用喺大部分嘅自動上鏈嘅卡地亞腕錶裏邊。嗱，卡地亞對於高複雜功能嘅腕錶咧都好有野心嘅喎。喺2008年嘅時候咧，佢哋就推出咗呢個卡地亞嘅 Fine Watchmaking 嘅系列。咁多年嚟咧，製作過萬年曆啦、三問啦，同埋陀飛輪啦，或者係 combine 咗呢啲功能一齊嘅腕錶。源自卡地亞神秘座鐘嘅技術咧，亦都時時出現喺卡地亞嘅複雜功能嘅腕錶裏邊。嗱，卡地亞咧亦都曾經嘗試挑戰呢個傳統製錶工藝嘅難題嘅。例如好似喺概念錶 ID1 裏邊咧，佢就提供咗一款永遠都唔使抹油嘅高科技機芯，而另外一款嘅概念錶 ID2 咧，就因為個錶殼裏邊完全真空嘅，所以咧冇任何嘅阻力，隻錶咧係可以提供32日嘅超長嘅動力儲備嘅。嗱，呢啲技術咧，可惜都只限於係概念錶嘅階段，未能夠咧係下放到去嗰啲實際嘅常規型號嗰度嘅。嗱，相反啦，勞力士咧就從來都冇生產過好似陀飛輪啦、萬年曆啦，又或者三問呢啲咁嘅高複雜功能嘅機芯嘅。佢哋咧就選擇專注響嗰啲精準度啦、防水性能啦、動力儲備啦，同埋嗰個耐用穩定性呢啲比較實用嘅功能。嗱，2004年咧，勞力士就完成咗買入同埋重組佢哋成個自家生產嘅系統。嗱，由嗰年開始咧，勞力士就可以自己自主設計同埋生產佢哋腕錶裏邊嘅所有零部件，甚至咧係可以提煉自己專用嘅各種貴金屬添嘅喎。嗱，勞力士嗰15個 current model 裏邊咧，除咗1908系列之外咧，其他全部都係 Oyster 蠔式錶殼嘅。咁所以從設計嘅角度嚟睇咧，勞力士嘅腕錶咧係好統一同埋 iconic 嘅，俾人一眼咧就可以認出嚟㗎啦。嗱，大部分嘅勞力士腕錶喺設計嘅初期咧，就已經有一個專業嘅領域咧作為佢嘅目標受眾。嗱，比如 GMT Master 2系列3D時間嘅功能咧，就係專門為嗰
嗰啲成日要穿梭唔同時區嘅旅遊人士而設嘅。至於 Daytona 嘅計時功能咧，就專為嗰啲賽車運動嘅愛好者而設。Day 嗰個貴金屬嘅錶殼同埋星期同埋日期嘅顯示咧，就針對嗰啲日理萬機嘅商業同埋社會領袖而做嘅。至於 Submariner 嗰個300米嘅防水功能咧，同埋單向旋轉嘅計時錶圈咧，就係針對嗰啲需要喺戶外或者喺水上面作業嘅人士去佩戴嘅。勞力士嘅腕錶咧有7個好重要嘅生產標準嘅喎。嗱，首先咧就係個精準度。嗱，今日所有勞力士嘅腕錶咧都通過咗瑞士天文台同埋佢哋自己 Superlative Chronometer 嘅雙認證嘅，確保每日嘅誤差咧唔超過正2同埋-2秒呢個區間。然後咧就係自動上鏈功能啦。所有勞力士嘅腕錶咧都係自動上鏈嘅，佢提供咗最方便嘅機械腕錶嘅體驗。嗱，第3個重要生產嘅標準咧就係防水啦。所有嘅勞力士腕錶咧都有最低100米嘅防水深度嘅，足夠應付最運動型嘅生活需要㗎啦。而某一啲專業型號仲可以達到300米甚至3900米嘅專業防水先。然後咧就係防磁功能啦。由於我哋而家現代人嘅生活環境咧，時時都會受到磁場嘅影響嘅。如果隻錶受咗磁咧，就會唔準㗎啦。咁所以勞力士特別重視呢個防磁嘅技術㗎。佢哋由游絲同埋擒縱系統嘅專利物料同埋個技術去着手，務求咧令到呢個機械腕錶嘅心臟咧係可以完全唔受磁場嘅影響。嗱，雖然勞力士大部分嘅腕錶咧都只係提供3針嘅讀時同埋個日曆顯示，佢哋最複雜嘅機芯咧就係 Daytona 嘅計時啦、Yachtmaster 2嘅倒計時啦，同埋 Sky Jeweler 嘅兩地時間加個年曆功能。但係勞力士響設計呢啲機芯嘅時候咧，佢就不求複雜，但求精簡。好似 Daytona 嘅計時機芯咧，係所有計時機芯裏邊擁有最少零部件，因為佢要呢個機芯嘅運作可靠同埋最容易維修。嗱，勞力士嘅錶係出咗名耐用㗎啦，就算最簡單嘅款式咧，都可以成為代代相傳嘅傳家之寶嘅。因為勞力士嘅材質選擇同埋佢個製作裝嵌嘅工序咧都好嚴格嘅，佢基本上咧將所有可以出現問題嘅因素咧都剔除咗㗎啦。咁啊，最後咧當然就係獨立性啦，因為勞力士咧唔屬於任何集團嘅，所以咧響設計同埋生產各方面咧佢都可以完全自主，確保咧佢哋可以做到自己想要嘅水準嘅。呢集咧，我哋比較咗卡地亞同勞力士響形象啦，同埋製錶方面嘅各種實力。嗱，下一集咧，我哋就會睇下勞力士係點樣成為拍賣場之上嘅天之驕子，同埋卡地亞咧又點樣迎頭趕上嘅。我哋下個 video 再見啦，拜拜。